大家好，我哋係軟腍腍的大紫樹，我叫張詠琳，我叫戴安婷，我叫歐陽子瑩，我叫林可盈。我哋會分5個部分去介紹。我哋嘅作品理念就係隨住體育賽事嘅增多，為咗可以改善觀眾嘅體驗，我哋從幾個方面出發，設計咗一個叫做1秒通嘅應用程式。而我哋嘅問卷結果顯示咗有3個方面係觀眾認為比較有影響嘅。我哋經過討論得出以下5個問題。我哋分咗5個點嚟介紹呢個作品。第一係廁所人數實時監測系統，第2係多視角比賽直播，第3係觀眾互動投票功能，第4係線上點餐及無人機送餐，第5係多語語言功能切換。點算啊？我嘔咗出嚟，但好想去廁所啊！1秒通幫到你。我哋通過 micro:bit 同埋紅外線感應器去監測廁所嘅實時人數。喂呀，咁多人遮住晒，我都睇唔到，好無聊啊！1秒通幫到你。唔緊要，我哋球員嘅3部裝 cam 可以用第一人稱嘅視角去睇比賽㗎。哇，咁優秀，快啲投票俾佢啊！1秒通幫到你，每位觀眾下載1秒通就可以參與投票啦。好肚餓啊，但係我唔想錯過比賽啊！1秒通幫到你，我哋可以線上點餐同埋付款，然後用大疆嘅無人機配合 My 家編程送餐啊！空男亂奶，你講咩話？空男亂奶！1秒通幫到你，1秒通上面可以設置多個語言，可以用最熟悉嘅語言使用軟件。我哋嘅作品優勢係結合咗澳門1+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，讓觀眾可以投入咁喺比賽當中，彌補場館帶來嘅缺陷。多謝大家嘅聆聽。